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甲妈廖景回念了后，镇南宫就要来改选到党干事。现任的董事长颜清标讲，对争取连任有信心。但是这届这个廖景发生暴力的事件，让大甲妈负面的声量飙悬。今年是选举年，但是妈祖的乱叫起价，竟然只有前总统马英九来参加。想当年，这个2019年嘛是选举年，当时这个拿力的带头，像这个蔡英文、赖清德，还有韩国瑜，拢有到场。甲今年的状况是差天甲地。外界认为，除了防疫的考量之外，这个颜宽恒补选立委失败，选举的时阵，各方也出着这个占用国有地价违章的建局，这拢互颜家的声望来落败。所以颜清标要来争取连任镇南宫的董事长，恐惊有阻碍。大甲妈进香17要回銮镇南宫结束后，5月份要进行镇南宫的党干事的改选。现任董事长颜清标对连任有信心。5月党干事要改选啊，咱有信心无？党干事有啦。因为大甲妈进香这几年来不受冤家兼相拍，像白龙、张安乐带人去接桥，甲警方发生冲突，互人对大甲妈的进香有歹印象。尤其当宗教活动跟所谓的帮派。跟所谓的这些红统的势力沾上边，我想更是让许多妈祖的这个信徒没有办法接受。加上今年是选举年，因为政治人物修正呼叫情形，即马拢无看到，干那前总统马英九出席。2019年嘛是选举年，拿力政坛的大咖修正要参加。民进党有总统蔡英文甲赖清德，国民党有当时以为要参选总统的韩国瑜，还有党主席吴敦义、王金平甲朱立伦嘛有到位，人坐甲庙方都爱受日帮挑开。今年状况吵到这外界人讲。今年大咖除了因为疫情避免消费以外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颜家争议伤济。颜宽恒立委补选失利，各互人讲占用国土违建等的问题，当上颜家形象名嘴周玉蔻差不多逐工都入面一日话讲，赶走颜家的势力，放大甲妈自由。未少人认为讲，这摆镇南宫党干事改选颜清标有可能选袂掉，也有人认为讲，想要甲诱落来无遐简单。镇南宫前信徒代表叶金良讲，116个信徒代表被分配予镇南宫审查通过13志工团上经团，才为其中选出董事组成董事会，才选出正副董事长。伊讲，这个团队平时甲庙方就真好。颜清标要让他下来，只有3种方式：第一个市政府解除，第二个内政部解除，第三个是他自己那个请辞。不然的话，镇南宫的黑箱作业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拉他下来。虽然目前看来颜清标连任的可能性真悬，不过伊意愿的继续争取，要求民政局监督镇南宫的改选，以公平公正的方式选出后一任的董事长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